嫁妆，小姐老嫌不好，这不是刚换回来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您拿的是什么呀？哦，锁麟囊。锁麟囊，呵，绣的还真好啊！这是麒麟瑞草新花样儿啊！哦，不知小姐满意不满意呀？把梅香叫出来，给咱们回声啊！是是是。梅香，梅香，哎呀，没想这颗丫头往哪里去了？梅香，哦，感情是薛大爷呀！我说薛大爷，您知道吗？小姐这两天为了嫁妆的事儿啊，正在那生气呢。这老夫人呐，刚把她哄好，您瞧您就扯个喇叭嗓子，一个劲儿的嚷。这要是被她听见了，又该不高兴了。她要是不高兴，也不哭也不闹，把那小嘴儿啊支个老高。您瞧吧，老夫人又该心肝儿啊宝贝儿的一个劲儿的哄。这要是哄好了还好，这要是哄不好，咱们大家不都跟着遭殃吗？哈哈，没想我们换来许多壮丽之物，小姐一看嘛，就不生气了。哦，东西你们都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行嘞，我呀一样一样的往里递。哎，可是这么着，小姐要是不满意，你们可得都去换啊。哎，这谁做的鞋呀？梅香姐，鞋换回来了，你拿给小姐瞧瞧吧。让我拿进去啊。来，过来过来，小姐对鞋上的花样不满意，您再给去换哎呦，换吧。梅香姐，我都换了好几回了，您再给说说，您再给说哎说。呦，你怎么那么啰嗦？梅香，哎，那花样儿要鸳鸯戏水的，哦，知道了，有鸳鸯戏水的。鸳鸯一个要肥，一个要幼，不要特小，也不
手机换回来了。手机好，带我拿进去啊。哎，梅香姐，您可得多说好话呀。放心吧，我呀就会说好话。小姐，手机换回来了，您瞧好不好呀？哎呦，小姐，这么好的手机，您干嘛把它给扔了呀？春丫头，七日良辰，难道就用这苏伯伯的手巾吗？哎呦，小姐，您瞧我都给急糊涂了，您别生气啊，我让他们给您换去，别生气啊，别生气啊。哎，过来过来，小姐不满意，您再给梅香姐，换吧。我都换了好几回了，您再帮我说说吧，您再帮我说。春丫头，这吉日良辰，就用这苏伯伯的手巾么？哎，梅香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这是在学小姐说话呢。哦哎呦，您快点去吧。哎，梅香，梅香，哎，跟我回一声吧。您这常来常往的，得嘞，跟我进去吧。哎，得嘞。小姐，胡妈妈来了。小姐在哪儿呢？小姐在哪儿呢？小姐在……哎呦，小姐您好啊！我给您呐换了一对花瓶，您瞧花儿好，样儿也好，还有句吉祥话叫做“富贵白头”，您看好是不好呢？小姐满意哎呦，了。小姐满意了，那我就给您放这儿了啊。小姐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跟您告别了，我回去了，我回去了啊。胡妈妈，哎，您可真够有造化的。阿弥陀佛。梅香，薛大爷，梅香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索琳娜，哦，索琳娜。哟，这什么呀？猪不猪，狗不狗啊？嘿，这是麒麟瑞草新花样儿啊！哦，还新花样呢。行嘞，带我拿进去啊。梅香，好话多讲。放心吧，我呀就会说好话。小姐，东西呢都摆在这儿了，您自己瞧瞧吧。
小姐命我去调换锁麟囊，只是三番五次总不成行，老奴不知往哪里去寻，哪里去找。原来如此，随我进来。老夫人来了。参见母亲。罢了，一旁坐下。儿啊，明日喜气到了，你持家的日子到了啊！儿啊，嫁妆俱已齐备，你还有什么不随心、不满意的么？为娘与你讲话，为何不言？为何不语啊？再若不言不语，为娘就要生气了。母亲，女儿哪有不悦之心？只是什么？哎呦，老夫人，您不知道，小姐对锁麟囊的花样不满意，正在这儿生气呢。哦，你是为那锁麟囊的花样儿不好，不妨事你自己吃过样儿，叫薛良再去调换也就是了。是啊，小姐吃过样儿，老奴再去调换就是。儿啊，你看薛良偌大年纪，你要体谅于他才是啊。小姐满意了，歇息去多吧。谢老夫人，谢过小姐。多谢小姐。薛大爷，这是小姐赏给您的。多谢小姐，多谢小姐。梅香，呀，取我的纸包虾儿过来。是啦。儿啊！这是金钗一对，也与儿装进囊内。小姐，老夫人给您这么多东西，您还不高兴啊？这要是换了我，鼻子都露背了。不讲话，这里还有儿啊，你看，这是一串夜明纸，乃是无价之宝，也与儿装进囊内。母亲有道是多藏一回到啊。话不是这样讲的，此地有过相逢，凡女子持家必有此物，里面多装
还有，这里还有，你看，这也是无价之宝。来来来，玉儿装进囊内。啊，你家小姐呢？我们小姐回房歇息去了。快快与她送去。是啦。顽皮的丫头，天下父举世一般呐。朝露寒云不把金办事清平，亲生你吃过礼，我有分呐。好接待经过的小脚一程。他纵然不介意，我难以吃穿。女儿开门来。来哩！儿啊，为父我对不起你呀。爹爹何出此言？明日就是我儿吃过之日，为父出外接待，分文未曾接到，为父我对不起你呀。爹爹是哪里话来？女儿不才，却也都是明理。想这翠庄之物，纵然一无所有，难道女儿就不等花轿么？只是吃过之日，我有壮脸，为父心中时时的不忍呐。这是爹爹疼爱女儿一片之心，焉知女儿我怎么样？却是不动心的哟。
什么叫麒麟早送子？那叫吹箫引凤凰。只要那银钱到我手，我就恭贺他白头到老，富贵绵长是富贵绵长。在下贺吉祥，我爸爸贺富贵。哎，爷儿俩呀都是当兵饷的。今儿17，明儿18，是个好日子。一家薛家，一家赵家，两家办喜事儿。那薛家呀是个大门大户，大财主；那赵家是个小门小户。我有心呐，上薛家开开眼界，就怕我爸爸不乐意。哎，有嘞，我呀把他请出来，跟他商量商量。对，我就是这个主意。爸爸有请。父子双双为宾相，终朝忙碌在花堂。忽听儿子一声请，爸爸有礼。儿子免礼站一旁。小子，哎，把爸爸请出来，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今儿17，明儿18，是个好日子。好日子，有两家办喜事儿，一家薛家，一家赵家。我跟您商量商量，您上哪家？哎，别忙别忙，小子啊，你让爸爸合计合计。哎，您合计合计。这薛赵家，小子，哎，明儿个呀，爸爸奔薛家，哎，你去赵家啊？凭什么您奔薛家，让我去赵家呀？你不明白啊？这个薛家是个大财主，没错，人多事儿多，他讲究的多。哦，爸爸办事有经验，我去合适。再说这赵家，小门小户，穷的是叮当响啊。你小子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，你去支应支应，凑合着把事儿给办喽，那就结了。哎，不，照您这么说呀，我才应该去薛家呢。这话怎么讲啊？哎，您想啊，那薛家是个大门大户，大财主。不错，那人多事儿多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，就您这个身子骨，我这是他受得了吗？再者说了，那赵家是个小门小户，您呐过去支应着就得了。小子别说了啊，爸爸都明白了。您明白什么了？你嫌赵家穷，也想攀那薛家的高枝儿。小子，你这可是势利眼呐！那你才势利眼呐！你势利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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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嘞！没有老势利眼，能有小势利眼吗？啊，这势利眼还传宗接代呢。就这么定了。明儿个我奔薛家，你去赵家。你小子要是不听话，他留神我揍！哎呦嚯，净找我生气。您瞧见没有？一到这个时候，就把这家长作风搬出来。明儿个呀，我也奔薛家，看他把我怎么着。起来！我说你是聋子呀，你是瞎子呀？我这不是敲着呢吗？有用力的敲打呀！哎，您听听，
这敲锣就敲锣，你还得用力敲。哎，这锣碎了你赔是怎么着啊？你还别这摔的脸子，我告诉你了，今儿有点响我就对得起你。失礼的小人，什么东西？失礼的小人，就这音儿。什么东西？轿子里面还有人呢，我还不知轿子里有人，他又不是鸡蛋，怕磕了碰了的。失礼的小人。哟，可真是啊！我们在这儿避雨，他们也在这儿避雨，这不是娶媳妇打幡儿凑热闹吗？哟，瞧瞧这小破轿子！哎呦，你们快瞧啊，这红不红、绿不绿的，什么颜色呀？哎，你是神的洋人，在此多口。什么在此多口？我告诉你吧，就这小破轿子呀，我从没见过，今儿个可总算开了眼啦！哎呀天哪！像我赵鲁汉，人虽贫穷，竟被这势利的小人耻笑，真正欺杀人也。哎呦，这轿子里面还有人呢！
要哭，他爱哭，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？与你什么相干？这老头儿还挺横，干梗倔造。我告诉你吧，就冲你呀，明儿个你们家姑娘过门儿，还指不定有没有看戏呢。哟，小姐，您听听，他又哭上啦。小姐，咱避咱们的雨，他避他们的雨，雨过天晴，各自散去，管他的闲事啊！为相知花好颠倒，真才智慧论起来成高。天地结婚时，看到那有国岁哟，小胖官在眉梢哎，我问问去啊，老头儿，过来过来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们小姐问你们家姑娘可为什么哭啊？呀呸！你避你们的雨，我避我们的雨。雨过天晴，各自散去。你管他做甚？你管他做甚呐？我这套他全学去了，跟人学变狗毛。小姐，他不告诉春开桂花开了，苍苍来意在心开。让如不在此飞也不滔滔，我就要走了。思念当与远游去追忆他。老先生请过来。老管家做什么？请问老先生尊姓大名？小老儿赵如涵，教中是你什么人？教中乃是我的女儿，他因何啼哭？只因贫富相与，见尽深情，故而啼哭。有劳了。多谢了。启禀小姐，他家姓赵，教中乃是他的女儿，只因贫富相与，见尽深情，故而啼哭。哈，闹了半天感情是没有嫁妆呀！别说把我们小姐的嫁妆都给他，就是把我们小姐的锁麟囊给他呀，也够他吃一辈子的啦！人情冷暖，平
们不要啊！哎，